你有没有在台北市的尖峰时刻骑过车，整条路挤满了机车、汽车，连救护车都过不去？那种感觉就像血管被堵住一样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的血管现在就堵住了，你的心脏会怎么样？我见过太多这样的画面，70多岁的长辈，血压高到160、170，走个10分钟就喘不过气，胸口闷闷的，头晕到站不稳。更可怕的是，大部分人以为这是正常的老化，但其实不是，这是因为我们动得太少了。很多人以为年纪大了就该休息，但事实恰恰相反，你越不动，血管就越容易堵，就像一条没有车辆流动的道路，很快就会积满垃圾。你的身体也是一样，血液如果不流动，就会在血管里堆积废物。请看到最后，如果中途离开，你可能错过一个让血压稳定的关键动作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4个简单的动作，每天只需要10到30分钟，不用去健身房，不用买任何设备。这4个动作能帮助你的心脏重新找回力量，让血压稳定下来，让你走路不再喘，晚上睡得更好。这些不是什么高难度的运动，也不需要你流很多汗，你只需要一张椅子、一面墙，还有每天10分钟的决心。如果你能坚持下去，3周之后，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体有了明显的改变。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这样就能收到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现在让我先告诉你为什么这4个动作这么重要。血液就像道路上的汽车，血管就是公路。如果路上堆满了垃圾，交通就会堵住，你的心脏每天跳动10万次，把血液送到全身。但如果血管里堆满了胆固醇、脂肪，心脏就要更用力才能推动血液，这时候血压就会升高。血压高不只是一个数字的问题，它会伤害你的血管，让血管变硬、变脆，久而久之，血管可能会破裂或者完全堵住。这就是为什么高血压会导致中风和心肌梗塞。那么运动为什么有用？因为当你动起来的时候，你的腿部肌肉就像是第2颗心脏，腿部的大肌肉会收缩，把血液往上推回心脏。这就是为什么医生常说要多走路。还有，当你深呼吸的时候，你的胸腔会扩张，氧气就能更顺利地进入血液。氧气越多，心脏就越不需要那么用力。这就像给车子加了好的汽油引擎，就不用那么拼命。我知道这一听起来有点复杂，但其实很简单。每天花10分钟动一动，就是在帮你的心脏洗车。你不需要懂太多，一学之时，你只需要相信你的身体，然后开始行动。我叫林正和，今年68岁，在台中行医40年了。我是一名心脏内科医师，看过的病人少说也有几千个。大家都叫我老医师，因为我讲话慢慢的，脸上总是挂着笑容。我不是要炫耀什么，只是想告诉你，我真的见过太多病人了，他们吃的药越来越多，但身体却越来越虚弱，越来越不敢动。很多人以为吃药就够了，但事实上，动才是最好的药。我记得有一位病人，他每天吃5种药，血压还是降不下来。后来我跟他说，你每天早上出去走30分钟试试看。3个月后，他的血压真的稳定了，药也减了2种。所以今天我要跟你分享4个动作。这4个动作是我整理了40年的临床经验，再加上最新的医学研究，特别设计给像你我这样的长辈。每个动作都很简单，但效果非常好。你不需要成为运动员，也不需要去健身房，你只需要每天花10到30分钟，在家里、在公园、在社区里就能做这些动作。今天看完之后，明天就可以开始了。
我要跟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这个故事的主角叫林明哲先生，今年72岁，住在新北市。林先生的血压一直很高，收缩压常常在160，舒张压95左右。他每天吃药，但血压还是起起伏伏。更糟的是，他走路很容易累，去菜市场买个菜，走不到10分钟就气喘吁吁，必须停下来休息。他的太太很担心，常常陪他去医院。每次检查，医生都说你要多运动，但林先生总觉得自己年纪大了，动不了那么多。他怕跌倒，怕受伤，更怕累了之后血压会更高。后来林先生来找我，我跟他说，我不会要你去跑步，也不会要你去健身房，我只要你每天早上做2件事：快走20到30分钟，然后在家里用椅子练习起坐5到10次。林先生半信半疑，但他还是试了。第1周很辛苦，他走10分钟就累了，但他没有放弃。慢慢的，他可以走15分钟、20分钟，椅子起坐也从5次增加到10次。3周之后，奇迹发生了。林先生的血压降了10个点，收缩压从160降到150，有时候还能到140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晚上睡得更好了，白天精神也比较好。有一次，林先生在公车上站着，公车突然刹车，他竟然没有摇晃，稳稳地站住了。那一刻，他知道自己的腿有力了，身体也变强了。后来，林先生跟我说了一句话，我到现在还记得。他说：“我不再怕跌倒，也不再怕老。”这就是我想让更多人知道的。你不需要做很多，但你一定要开始做。就像林先生一样，只要你愿意踏出第一步，你的身体就会回应你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慢下来，进入今天的重点。今天我要教你4个动作，这4个动作每一个都很简单。你只需要一张椅子和一面墙，不会痛，不会流，很多汗，也不会让你累到站不起来。这些动作是专门设计给我们这个年纪的人，安全又有效。很多人问我，医生，我要做多久才有效？我的答案很简单，重点不是做多，而是每天做。你不用一次做很久，也不用一次做很多次，你只要每天花10分钟到30分钟，把这4个动作做完就好。一开始可能会有点吃力，但过了1周，你就会习惯。过了3周，你就会看到效果。记住，这不是比赛，也不是考试，这是为了你自己的健康，为了让你能够走得更远，活得更自在。现在，让我们开始吧。第一个动作叫做快走，这是最简单、最有效的运动。什么叫快走？就是走路的时候比平常快一点，但不用跑。你可以跟别人说话，但没办法唱歌，这就是对的速度。如果你能唱歌，那就太慢了；如果你连话都说不出来，那就太快了。根据研究，每天快走30分钟，可以让收缩压下降10个点，这是真的，不是我编的。很多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点，而且快走不只是降血压，它还能帮助你的心脏变得更强壮，让你晚上睡得更好，白天精神更清楚。你可以在公园快走，可以去早市绕一圈，也可以在家附近的巷子里走，不用走很远，只要每天走30分钟就好。如果一开始走不了30分钟，那就走10分钟，慢慢增加。我记得有个病人，他每天早上去公园快走，一开始他很害羞，怕别人笑他，但后来他发现公园里有很多跟他一样的人，大家一起走，一起聊天，反而变成了他每天最期待的事情。他说，每次走完，我都觉得自己又年轻了一点。快走的时候，记得穿舒服的鞋子，选一条平坦的路，不要走太陡的坡，也不要在太热或太冷的时候走，安全最重要。第2个动作叫做椅子起坐，这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效果非常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大腿肌肉是第2颗心脏，
当你的大腿肌肉收缩的时候，它会把血液往上推回心脏。这样一来，心脏就不用那么用力，血压自然就会稳定。怎么做呢？很简单，5个步骤。第一步，坐在椅子上，背挺直。第二步，2只脚平放在地上，与肩同宽。第3步，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或者扶着椅子的扶手。第4步，慢慢站起来，背要挺直，不要弯腰。第5步，站稳之后慢慢坐下去，轻轻碰到椅子就好，不要完全坐下。每天做5到10次就好。记住，动作要慢，不要急，你要感觉到大腿的肌肉在用力，但不要痛。这个动作不只能帮助血液循环，还能稳定你的血糖。很多糖尿病的病人做了这个动作之后，血糖都比较稳定，而且它还能增强你的平衡感，让你走路更稳，比较不会跌倒。我有个病人，他说每次站起来就是在告诉自己我还能。这句话说得真好，你每站起来一次，就是在证明你的身体还有力量。第3个动作叫做墙壁伏地挺身，听起来很难，但其实一点都不难。这个动作不是要你趴在地上做伏地挺身，而是站着对着墙壁做，这样不会伤到手腕，也不会伤到肩膀，非常安全。怎么做呢？第一步，面对墙壁站好，距离大概是1只手臂的长度。第2步，双手放在墙上，手掌平贴墙壁，高度跟肩膀一样高。第3步，双脚微微分开，与肩同宽。第4步，吸气，慢慢弯曲手肘，让身体往墙壁靠近。记住，背要挺直，不要弯腰。第5步，吐气，慢慢推回去，回到原来的位置。每天做5到10次就好。记住，吸气的时候往下，吐气的时候推出去，呼吸很重要，不要憋气。这个动作有什么好处呢？它可以增加血管的弹性，让血管不会那么硬，而且它还能打开你的胸腔，让你的呼吸变得更顺畅。很多人做了这个动作之后，发现自己不会那么容易喘了。记住，这不是比力量，而是比坚持。你不需要做很多次，但你要每天做，只要你坚持下去，你的身体就会改变。第4个动作叫做抬腿，这个动作可以坐在椅子上做，也可以躺在床上做。怎么做呢？如果你坐在椅子上，就把背挺直，双手扶着椅子的边缘，然后慢慢把1只脚抬起来，膝盖伸直，抬到跟地面平行，停留3到5秒，然后慢慢放下。换另1只脚一样的动作。如果你躺在床上，就平躺着，双手放在身体2侧，然后慢慢把1只脚抬起来，膝盖伸直，抬到大概45度的角度，停留3到5秒，然后慢慢放下，换另1只脚。每只脚做5到10次就好。记住，动作要慢，不要急，你要感觉到大腿和小腿的肌肉在用力。这个动作有什么好处呢？它可以减少脚部的水肿，帮助血液回流到心脏。很多人因为久坐或久站，脚会肿起来，做这个动作之后，脚就不会那么肿了。而且它还能稳定血压，让你的循环变得更好。我有个病人，他说做了这个动作之后，他觉得双脚重新有力。他以前走路常常觉得脚很沉，但现在不会了。他每天早上起床都会先做这个动作，然后再下床。他说这样一天都会比较有精神。好，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秘密，你知道吗？一杯全糖的珍珠奶茶，你要快走20分钟才能抵消掉它的热量。我不是要你不要喝珍奶，而是要让你知道，食物和运动是要平衡的。如果你今天喝了一杯珍奶，那你就要多走1点路。如果你今天没有运动，那你就要少吃1点甜的。还有一个秘密，
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大部分人吃对了食物，却吃错了顺序。什么意思呢？正确的顺序应该是先吃菜，再吃蛋白质，最后吃淀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先吃淀粉，你的血糖会突然升高，然后胰岛素就会大量分泌，这样一来，你的血糖会忽高忽低，血压也会受影响。但如果你先吃菜，菜里面的纤维会让你的胃慢慢消化，血糖就不会那么快升高。然后你再吃蛋白质，蛋白质会让你有饱足感，最后才吃淀粉。这时候你已经吃了不少东西，淀粉就不会吃太多。这个顺序可以让你的血糖稳定，血压也会跟着稳定，而且你会发现你不会那么容易饿，也不会想吃那么多零食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很多人都做错了。如果你今天记住这个顺序，然后每天照着做，你会发现效果真的不一样。错的顺序，效果会减少一半。所以记住菜蛋白质淀粉，这是我给你的秘密武器。好，现在你已经知道4个动作了，也知道吃饭的顺序了。接下来我要给你一个简单的计划，这个计划叫做7天检查清单。每天做完运动之后，就在清单上打一个勾，这样你就知道自己有没有坚持下去。让我给你看一个例子。第1天快走20分钟，第2天椅子起坐5次，第3天墙壁伏地挺身5次，第4天抬腿每只脚5次，第5天快走30分钟，第6天全部动作各做1次，第7天全套完成。你不用一开始就做很多，你可以1天做1个动作，慢慢增加。重要的是每天都要打一个勾。为什么打勾这么重要呢？因为每次你打一个勾，你的大脑就会分泌一种叫做多巴胺的物质，这种物质会让你觉得开心，会让你更有动力继续做下去。我建议你把这个清单贴在家里的冰箱上，或者放在床头柜上，每天早上起床，第一件事就是看看今天要做什么，然后做完之后就打一个勾。如果你怕自己忘记，可以在手机上设定一个闹钟，每天提醒自己动一动就是养命。7天之后，你会发现自己已经养成习惯了。习惯一旦养成，就会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，你就不会再觉得这是一件苦差事了。我知道改变不容易，尤其是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，要开始一个新的习惯，真的需要很大的决心。但是我想告诉你，我不是要你成为运动员，我只希望你别让身体生锈。你的身体就像一部车子，如果你不开它，它就会生锈。但如果你每天开一开，哪怕只是10分钟，它就会保持运转，保持健康。每个小动作都在延长你的自由。你每天多走10分钟，就是在延长你能够自由行动的时间。你每天多做1次起坐，就是在保护你的膝盖和腿部。我记得有一个病人，他中风之后，右边的身体都不能动了。我们花了好几个月帮他复健。有一天，他终于能够自己走3步了。那一刻，他哭了。他说：“我以为我这辈子都站不起来了。”那一刻，他重生了。我不希望你等到那一天才开始行动，我希望你现在就开始，每天一点一点保护你的身体，保护你的自由。你不是为了别人做这些动作，你是为了你自己，为了你能够继续去市场买菜，为了你能够抱你的孙子，为了你能够每天早上醒来，还能够自己下床，自己穿衣服，自己走出家门。这些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，其实是最珍贵的自由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有帮助，请分享给家中的长辈，也许他们正在找这个方法。你不需要等到明天，也不需要等到下星期，你可以现在就开始站起来，走几步，或者坐在椅子上练习起坐。只要你愿意开始，你的身体就会感谢你。每天10分钟，
就是给心脏最好的礼物。记住，开始永远不嫌晚。不管你现在几岁，不管你的身体状况如何，只要你愿意动起来，你的身体就会有反应。最后，我想跟你说一句话，让我们一起一步一息，活得更久、更自在。谢谢你听到最后，记得每天动一动，稳压护心，分享给家人。我们下次见。